核聚變人造太陽新進展，緊湊型裝置2027年有望率先發電，解決人類能源永續嘅重大難題。喺全球稀土資源爭奪戰中，科學家利用病毒採礦同埋蕨類煉金等生物技術，尋求突破中國嘅稀土限制。蘋果研究團隊開發 Parse 技術，俾 AI 喺冇標注資料之下學習腦波時間結構，結合2023年已步腦電圖專利，未來 AirPods 可能具備睡眠監測、癲癇偵測等腦波讀取功能。蘋果同時考慮2027年俾英特爾代工低階 M 系列晶片，展現供應鏈多元化策略。資安領域響起警報，據報 AI 工具 WormGPT-4 專為網路犯罪設計，每月$50即可生成勒索病毒同釣魚郵件，情況令人擔憂。IT 人學彈吉他唱歌減壓，成功報名送全新木吉他一支，詳情請睇以下網頁。